后来乡亲啊，上新的疫情来关心这个桃园市，今仔日增加13例确诊的病例，甲昨的3例比起来，病例数佫增加了。这个桃园目前确诊的总病例数是612例。桃园市长郑文灿来召开着防疫的记者会，针对这个医工的管理，甲刷落来注疫苗的计划，拢有上新的说明。我们要建立桃园防线。 竹竹苗有防疫联盟处理外籍移工的群聚感染，我们要把移工的防线建立起来。不过，移工跟我们一般的民众一样，我们都是适用3级管制。好，希望我们在工厂跟宿舍管理上能够照顾他们的健康。那目前教会活动都停止了，移工餐厅也大多都已经歇业。我想，一个比较单纯的环境，好，希望移工能够 减少外出，这样子也让这个移工的安全可以得到确保。这一周已经预约要接种的，我们希望在3天内都接种完毕。那主要的原因是有些是属于特定的，比如说航空公司它排班的关系，它的接种会配合机组员排班。那这部分也是由中央配付一些额度给各个医院。那 另外，我们桃园市的部分过去插了1万剂，那目前也大多接种完毕。那我想，这个很快的这一轮都已经把这一波的 AZ 疫苗全部接种了。那当然，这个未来中央有定了1到6类，那包括75岁以上，超过360万人，包括洗肾的病患。 也包括长照机构的住民，长照机构住民年纪都偏大，也比较缺乏抵抗力。那因此这6类加上3种类别我们是希望在下一波接种200多万剂的这个疫苗的接种计划，我相信中央会做很好的调配。